兄姐妹，我们再过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要来参与我们的崇拜。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预备心，并且为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运作来献上祷告，让整个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坛前。让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恩典的当中，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也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所献上的能够蒙你的喜悦，讨你的喜欢。也愿你将你的恩言赐给我们，将你的话启示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能够得着你丰盛的恩典。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运作，都按照你圣灵的引导来行。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主你也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在你的里面蒙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万国哪，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要为每一次的呼吸，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来感谢你。今日孩子来到你的殿中，聆听你的教诲，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荣光照耀，切切遵行你的话语。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诸天赞美》，在心灵粮诗选第53首。
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一起来起应今天的经课，请翻到教会诗篇第8篇，在教约圣经旧约544页，在诗篇第8篇，教会圣经544页，或是参考投影片。白色自由诗会来起，黄色自由会众来应。最后一句我们再一起来合。诗篇第8篇第1节：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我们一起，耶和华我们的主，你们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祷告。莫桑比克它是一个在东非南部的国家，隔着莫桑比克海峡跟马达加斯加岛对望。他们国家有56%是基督徒，一半一半一半是天主教，一半是基督教。那他们的国民所得非常的低，他在全球排名第187名，台湾是第30名。他们每年他们的人均是663美元，可是台湾是37827美元，所以他们是算世界上数1数2的贫穷国家。那我们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林口布道所的廖秀清牧师来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为他们教会牧者同工都可以合一，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来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他们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也为国际局势的变动求主使全球各地的战争止息，可以恢复和平，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布鹏章弟兄为我们朗诵读。今日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的经课在旧约创世纪1章1节到2章4节，在旧约圣经的第1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1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创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2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这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实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3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2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明别明暗。神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4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物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众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5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并各种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和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3章11到13节，在新约圣经的204页。还有末了的话，愿兄弟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以上是上帝的话。好，谢谢傅鹏堂弟兄。好，今天的圣经经课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在教会圣经新约126页。翻到后由思慧来攻读。约翰福音20章19至31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比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以上是上帝的话。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我相信一三纲，名叫各个他。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献诗。今天传讲的讯息是由蔡文牧师，他要传讲的题目是传平安的信息。我们交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在主日，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欢喜快乐的心情，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主，主你保守带领今天你所定的圣日，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殿中同心的敬拜，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赐给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饱足。求圣灵保守带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这里那讲题是传平安的信息。疑惑的心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特别是在信仰的疑惑上更是如此世界闻名的德蕾莎修女，在写给她告解的神父的信中，也明白表达心中对上帝和复活的耶稣的疑惑。她一直在问一点：上帝是否忘记了他？复活耶稣既然呼召他去关心这些垂死边缘的人，为什么要让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像他这么有信心、有毅力的修女，都曾有这样的疑惑和感受，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信徒、传道人。如果你问我在信仰旅程当中是否曾怀疑过上帝，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有。好，德蕾莎修女好，那我们现在看今天的经文先从19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那日第一个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19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翻19节，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作者用这句话已经在说明，复活的神迹和奥秘是无法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所能够理解的。原因是，既然房子的门已经紧闭了，已经关了按照圣经里面讲的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耶稣怎么可能出现在众门徒面前呢？但耶稣就是能出现在他们面前。当耶稣进入房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注意，耶稣会这样说，就是看到门徒们正在害怕、不平安，因为他们怕被发现，即使现在已经将门紧紧的关闭，可是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因此，当他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说，愿平安降临在你们当中，或者说我带平安给你们。我们在生活里面平安很重要啊。那这个月初啊，有放假到国岭啊，澄清湖旁边那个国岭啊，大家很多人都去过吧？那个地方啊，原来是高尔夫球场啊，在那边好多带着孙子啊去那边玩，蛮高兴的啊。就回程的时候，为了要上个厕所，走得比较急啊，不晓得台阶哦，有一些距离啊，结果过了第一个台阶，就忘了第二个台阶，就整个绊倒，全身就扑倒，哦，90公斤的那个重量，整个压下去啊，我的胸部啊，我的左膝整个坠地，轰，完了，怎么办？啊，那时候真的是哦一阵痛，啊，慢慢有人要扶我起来，我说等一下，然后再等一下，再站起来的时候，哎，可以站起来了，骨头没有断。我想我可以站起来，这骨头没有断，啊，这样子。那真的要警醒啊！年纪越年长的时候，摔不得，摔不得啊！哦，平安。20节，复活的耶稣主动将他手和肋旁给门徒看，这一点很重要啊。在约翰福音19章18节到34节，分别记载了罗马兵丁是用钉子钉耶稣的手，用枪刺入耶稣的肋旁。因此，当复活的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除了是要证明他确实是复活过来之外，手和脚都在证明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而且这复活是身体复活，身体复活，也就是使徒信经所告白的信仰内容之一。我信身体复活，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有念一下使徒信经啊，这非常重要。你信什么？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信什么？啊，从圣经里面，从使徒信经里面就可以跟他们讲你信什么。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最后，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啊，这是我们的信仰。21到22节，这里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可是并没有说明说要差遣他们去做什么事。但比较一下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节经文很重要，是影响后来教会的发展。每当教会要差派宣教师到外地去传福音的时候，都引用这两节经文当作差遣的基础。从马太福音记载的经文可以看到，早期教会差派宣教士已经发展到一个规律，其中有一项用洗礼来宣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公开表明要一生的生命跟随耶稣。因此马太福音特别强调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不要忘了，在当时候要公开表明跟随耶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年代里面，罗马帝国政府在压迫基督徒的时代，只要发现是基督徒，很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也因为有这样一个誓死的决心，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就是宁愿为了信仰的缘故，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而结合成了团契。这一点
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散漫的态度是相当不一样。有些受洗是跟上帝立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是比所有世上的事情都要重要。所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生命已经改变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我记得我受洗的时候，我在军中，我那时候那个年代里面，军中有那个会有通信的违纪的问题你不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一些资料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放假之后就可以出去，放假他管不着所以那一天隔天要受洗了，那天是复活主日要受洗，在教会那前一天还在军中，我们请假要出去弄得很晚，但是还是出去了感谢主那隔天一早就受洗了受洗了记得那一天受洗的就3位弟兄受洗。那后来再看受洗的照片，这3位弟兄是3位牧师，3位牧师感谢主神都带领，都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约翰福音在这里强调这个差遣，就像耶稣受差遣到世界来一样。换句话说，耶稣是受上帝差遣降生到世界上来，是降生在木匠约瑟的家庭，成长在拿撒勒，然后周流加利利、犹大各地，宣扬上帝的福音。他不是远离人群，更不是避开世间的烦恼，而是以当代阶层的人为伍，为所接触的包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死亡边缘的人、妓女、税吏、工人、乞丐等等现在复活的耶稣也是对他的门徒说，要差遣他们像上帝差遣他到世界上来一样，他要他们进入人群当中，与需要福音的人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受洗之后成为基督徒的，上帝也差遣我们到我们的各个工作职场里面我们变成世上的光明之子，在哪一个职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都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当复活的耶稣说完这项差遣的命令之后，随即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让门徒们你们受圣灵。当约翰福音的作者用吹口气，其实是含有隐喻的用意就是表示这些传福音的人都将因为受了复活耶稣所吹的气而成为有生命的人。保罗就说过，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就是新造的人，就是这里哥林多后书5章17讲的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如同被复活耶稣重新吹了复活之气。所以一个传道人若没有复活耶稣的气，他的生命里面就传不出复活的信息。同样，一间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气在里面，这个教会也不能有复活的生命。接着复活的耶稣下了一道命令说，你们受圣灵。前面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边说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圣灵就是保惠师，可以帮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保惠师的带领明白上帝的旨意，因此这里你们受圣灵，就像你受新生命在他生命上面，让这些门徒从惊吓当中能够定下心来，
从恐惧中得到安宁的心，并知道怎样来见证福音的信息。特别注意23节这里，这并不是说门徒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人没有能力资格赦免别人的罪，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权柄。但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从复活了，耶稣领受了圣灵，圣灵能力让他们能够去传扬上帝赦罪的信息。当他们传扬上帝拯救的信息的时候，领受的人就知道悔改，而且能够得着上帝的赦免。相对的，如果拒绝听从门徒传扬上帝拯救的信息，就不会知道悔改，这样的人就会失去获得拯救的机会。因此，复活的耶稣给他们门徒一个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将出去传悔改的信息，因为有悔改，才有上帝的赦免。最近有碰到有人讲说他没有罪，你会不会碰到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本身也有想到说，我哪里有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人都不完美的，不是十全十美，我们都有罪。但是这个罪的问题会人家想到是作奸犯科、杀人放火，那才是罪。不，圣经里面的标准很高。当你思想上想要跟别人犯奸淫的时候，就是罪了。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应该去理解所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认罪，来知道悔改，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接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所以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他祷告盼望他知道他能够接受他能够认罪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1章9节这边就讲到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要怕认罪，有人说我认了罪我都完蛋了，不会了，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对信仰上面不是很清楚不很清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其他应该会有，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主为他的救主所以我们继续想一下第一点基督教信仰会带给人类世界的是平安，而不是纷乱和混乱。平安是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因为有平安，才能够使生命安定下来，才能看得到生命的希望。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常常会这样许多人到寺庙去问他你求什么，很多人会回应求平安，求平安求平安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没有投入生命的力量，所得到的平安只是泡沫跟幻影罢了。我想这里讲到那个没有投入生命的力量这里面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譬如说像生孩子、养育孩子那个过程我想我们当中那个过程真的是需要主的保守因为随时可能都会有一些危险那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我现在照顾2个孙子感受很深刻。我想每一个经历那个过程里面都是一样那生病的跑医院这些也感觉到真的主平安，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就好那昨天去桃园嘉恩彩珍在那边他
他的儿子，我的孙子，第二个孙子啊，子信啊，1周岁了。我们在那个他们教会浸信会那边来庆生啊，庆生啊，感谢主啊，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这样的经历的平安，求平安。当复活的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他的门徒带着超越死亡威胁的平安给所有听信福音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从死亡复活了，死里复活了。那也就是上帝赏给我们信靠耶稣救恩的人最大的福气和恩典。这个平安是生命胜过死亡威胁所得的。其实真实的信仰就是这样，会让我们心里有平安，而不是恐惧啊。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特质就是让我们在生命在苦难当中有平安，不再惧怕啊，不再惧怕，是平安啊。好，有位牧师在和信致癌的致癌的一个医院担任宗教师啊，就这个医院不晓得去过没有哈？经常去关心即将在隔天开刀的病人。他告诉他们，在开刀之前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向天上的神祷告，恳求天上的神赐下平安在心里面。他若发现有病患接受这样的建议，就马上带着他跟他一起祷告。他念一句啊，那请病人也跟着他念一句。结果有好些病患手术后继续的邀请他，带着他向上帝祷告。有的家属说，祷告之后他们的心灵感到相当的平静。没错，就是这样子。基督教的信仰的信息让我们在恐惧中获得平安，并因此增添生命的力量。这种平安的信息就是今天基督教教会所传递的。没有平安的信息，只会带来纷争混乱而已啊。我想牧师啊、执事们啊，常常会到医院去为我们的病患来祷告。我想这些就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基督里面有平安啊，特别面对下面的手术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这是我们真实的信仰，然后从主里面得着真实的平安啊，真实的平安。好，继续啊，第二段我们从24节到31节，我们再读一遍啊。来，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来，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他们同在，门都关了，愿你们平安。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并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在这世上，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一段关于耶稣门徒之一的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记事，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基督教2000年以来，教会2000年以来用来当作教材，提供信徒们要警醒的事情啊。
24节这里讲到12个门徒哈，这需要注意的那时候的背景。其实当时犹大已经自杀死亡了，因此耶稣的门徒剩下11名。但后来在彼得的建议下，早期教会就选出了马提亚，补足了犹大的缺。因此使徒行传的第1章才会用12个使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这里讲到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最近碰到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哈，我的国中同学，我是五湖国中的哈，那我同学在邀请哈，要有个50周年的同学会，50周年，这个很难得哈。我们同学，我们毕业已经50年了，都是65岁的，比他年长的同学，那时候我很少参加这样的聚会了，但是50周年哈，好吧，就去吧。好，那我们20多位，我们全班有57个人，有4个已经过世了。那今天给我召集到有大概不到一半了，23个人这样子，大家一看到之后都会吓一跳，因为变化太大了。我那时候很瘦，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同学里面有胖嘟嘟的，现在变瘦了，刚好反差很大。但是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我们老师非常的严格，他那时候可以打骂，现在不行了，现在会被告，可以打骂。我旁边一个同学胖嘟嘟的，就那个同学被老师这一捏起来打上去，哇，就到我旁边，印象很深刻。他现在很好一个同学哈，过得很好啊。但是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同学当中也有没有来的，里面也有反映说他不认同，到现在都不认同，这样子。那我们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父亲过世了，他来到家里面做家庭访问，那跟我妈妈说，不要烦恼，一文啊，你好好来对啊，都听话，我妈这样子，印象还很深刻，这样子。那我老师还在，80岁了，就住在文化中心后面，那栋公寓里面，好，这讲到12个门徒哈。那约翰福音作者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资料，就是耶稣门徒多马，他有一个别名就是双胞胎。那希腊，我们这里经文里面是希腊文是迪图马，是迪图马。那上次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因此当大家告诉他复活了耶稣的时候，他表示没有办法接受。这可能是其他门徒都表示过，他看过耶稣复活的手跟肋旁，因此多马更要进一步的表示，必须亲眼看见，并且亲自用手来触摸到复活了耶稣的钉痕，否则他绝对不信。这是多马的信仰的那25节，请注意这里所用到，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等这个词句加上一个很重的一个否定句，非，除非，除非表示他，比如随便一件事情，多马已经表示大家都亲眼看见，他也必须亲眼看见，并且还要摸到身体复活的耶稣才算。所以我们有些人的信仰是真的是要，他一定要经历到、看见的、摸到了才相信。多马的信仰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多马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正好反映出早期教会众多信徒里面共同的看法，许多信徒无法相信这种人死后复活，出现身体复活，
因为当时候受希腊文化的一个潮流的影响，一般人都认为复活是灵魂，不是肉体。因此，当多马听到复活耶稣是出于身体的复活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他表示无法接受和相信。为此，他强调，除非亲眼看见、亲手触摸到复活耶稣的身体，才会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使徒信经里面很清楚地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的基本的认识，相信身体复活、永远的生命，原因在此。26节到29节，耶稣复活了，第二次显现给门徒看，这也是约翰福音有关复活的神迹最特别的一段记载。26节讲到，过了8日，事实上经过1个礼拜，同样是礼拜天，而且门徒聚集在一起，房子也是关着。如果仔细看那个经文，关着的在26节那边讲，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下一句，耶稣来，门都关了，耶稣来。那忽然显现在门徒面前，这是多马在场。或许我们可以说，复活的耶稣是特地的为存疑的门徒多马而出现在他眼前。他希望多马也和其他门徒一样，能够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他复活的身体，好作为往后传福音有力的见证。很可能就是为了多马的缘故，复活的耶稣对所有的门徒问安之后，随即对多马说话。他要多马亲手用指头触到他的手，并伸手来摸他的肋旁。复活的耶稣这样直接的说法，已经很清楚的说明，知道多马的疑惑，以及门徒当中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多马，其他人可能还有，只是没有讲出来。那我们基督徒当中也一样啊，我们是不是有些疑惑，我们都不敢讲？所以多马里面让我们去警醒，去思考我们的信仰。27节，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句话不只是讲给多马听的，而是得对所有的门徒说的。我们可以了解，门徒当中并不是只有多马对这件事有疑惑。虽然上次所有门徒都亲眼看见身体复活的耶稣，但他们当中一定还有人心存疑惑，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可以理解的，复活，特别是身体的复活，实在是超越人的知识、能力、理解的范围太多了。这不是现在的变魔术，障眼法、变魔术，那也不是科幻的电影。可能我看了很多了，好像都可以了，但是事实上人不可以啊，只有上帝的全能。不是说哪一个人很厉害，他可以医病赶鬼，都是出于上帝。28节，这时候的多马因为现在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都不需要再上次那样子的语气，他讲说他必须看见，然后去摸到，而反映他心中的说话：我的主，我的上帝。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多马的忏悔之言，是他信仰的告白。此时多马在公开他的信仰宣言：复活的耶稣是上帝亲自降生到世界上的救主。29节，复活的耶稣对多马的反应，认为他比起那些听了他的事迹就相信的人，多马确实是差了一截。因为他跟随耶稣3年之久，不但亲眼看见许多神迹，也听过他所讲的信息。很多人都因为只要耶稣传讲的信息，所做的事情就深信不疑。而多马，他跟随那么久，还是一再怀疑。这是30到31节，可说整本约翰福音的总结的句子。说这2节简单的经文可以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只是在4本福音中所记载而已，还有很多神迹没有被记录出来。
那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神迹在希腊文里面表示是记号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在门徒做了很多的记号的事情这些记号都表明他与上帝的关系，而且可以了解神迹不只是那些奇异的现象而已，而是包括他的教导、指引、启示等等，这些都是要帮助门徒们相信他就是上帝差来到世上的救主。另一方面，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要说明耶稣从天上降下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的是使人清楚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而且相信他获得永恒的生命。其实约翰作者所努力的，也是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所努力的目的。我们应该这样认识，福音书并不是写耶稣的传记没有一本福音书是为了写耶稣的传记而编辑的，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差到世界上来的救主而写的。好，我们想一想，我们要学习多马，当心中的疑惑解开之后，要勇敢且大胆的做见证。复活可是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神迹，已经超越人的知识、能力的范围。因此，当多马他说他没有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无法相信、接受。我们把4本福音书打开，其实发现不只是多马是这样反应，门徒们也有这样的相同的态度。信仰不要怕有怀疑，有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我们承认自己有怀疑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仰软弱的表现，相反的，承认自己心中的怀疑，却没有离弃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的爱，这样的怀疑是诚实的态度，表示自己所认识的相当有限。我们应该这样说，诚实的怀疑是信仰上珍贵的礼物。旧约圣经里面约伯记，我们来看约伯记当约伯他遭遇这一连串的困境之后，很清楚地对慈悲怜悯的上帝发出他心中疑惑的问句。他一直在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允许好人夭折，却让恶人长寿，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呢？在他极度的痛苦当中，甚至开始怀疑上帝创造生命的意义何在。约伯记所描述的，其实也是我们心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一点，是约伯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弃上帝，他相信上帝，而且以坚定的心表明他对上帝的信。他只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慈悲的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会有苦难？后来当他听见上帝的回应之后，这约伯记约伯记，你要看约伯记的话，当好人遇上坏事的时候用简单的，当好人遇上坏事的时候，你的心情怎样你的态度你有没有所表示好，我们看约伯记后面上帝很有幽默的他回答约伯。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我简单的这样讲第9节，你有像上帝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其实今天我们读经里面读到创世纪第1章上帝是创造的主，创造的主。我想上帝的回答就是：我是创造的主我是创造的主约伯可以体会得到了来，还没有就这个约伯的回应
约伯记42章5到6节，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尘、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这是约伯的回应啊。那约伯记以这2节作为结尾啊，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写多马经过真的看到耶稣了，摸了，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勇敢的，前面是怀疑，后面已经知道了，回应我的主，我的上帝，他的信仰告白。有本书叫做《多马行传》啊，这本书提到，后来耶稣的门徒啊，把世界分了好几个区域，分配给所有门徒去传福音。多马他抽中哪里？印度啊，印度。起初多马拒绝前往印度，他一直在思考怎样向门徒们开口说他不愿意去印度。后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再次向他显现了。他问多马说：“你愿意跟我去印度吗？”很有趣的，原本拒绝去印度的多马，这时候却回答复活的耶稣说：“主啊，只要你差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所以多马就去了印度。那南部的开拓福音的事工，印度南部。所以流传在南部有对多马的故事，《多马行传》这是多马在印度传教的好，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千金小姐，法国的啦有个千金小姐，介绍有一篇来自法国大事业家的女儿到印度加尔各答去投入垂死之家志工的故事。他就是因为不相信，他不相信德蕾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主动的申请去垂死之家去当义工。他父亲很有钱哦，父亲因为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就把自己的飞机载着2大货柜的行李家当送她到印度去，并且还亲自的打电话给德蕾莎修女，希望她能够给她多多的开导关照一下。结果这位千金小姐一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仁爱修会的垂死之家修会的妇女就拿给她2套衣服、1双鞋子、1个水桶，分配她到一间一个小小的卧室，里面有小小的桌椅、简单的床铺。然后呢，修院的修女就把她所带来的家当行李怎样，都退回去了。修女们向她介绍垂死家每天的工作，然后就开始每天有人轮流带这个千金小姐到街上去，到处去背那些躺在路边的这些脆弱的、病危的、垂死的人来到修院里面来然后修女们教导她怎样为这些人洗身体、穿干净的衣服，为这些人喂食。就这样过了1个月、2个月，你说这个小姐能够受得了吗？如果是我，好像也很难很难这个小姐受得了吗？好，她2个月后就打电话给她爸爸，打电话回巴黎的爸爸他说什么？他要回去了吗？赶快派专机来接他回去。没有，我不回去了，我要继续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发现在这里每天所做的工作，就像从十字架上背下耶稣的身体一样，为他们擦拭，准备埋葬。这个富家小姐从怀疑到投入一生的力量，在垂死之家当志工。当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赋予属灵的意义的时候，
就不太一样，就不再一样。我们看到这些流浪汉，我们可能就很困难，很困难。但为了主的缘故，我愿不愿意来学习？这又不大一样，不大一样。这帮助我们注意一点，对福音的认识，不要只停留在怀疑的阶段，而是要在怀疑中找到答案。我们觉得解决怀疑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际的行动，面对所怀疑的事情。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亲身投入福音的事工的时候，就往往在投入的时候，会在投入的事工上面找到答案，找到答案。这垂死之家就是他们。好，最后我想接着多马的信仰里面，让我们知道怀疑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而是正确的能够来认识不要离开上帝的爱上帝的爱，要坚持到底，这样信仰坚持到底，也就少想到自己多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会发现有生命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主，在我们今天在主的话里面来领受，来得着。主，你光照我们的心。借着多马，他有这样的求证。主啊，当他知道了之后，他的信仰告白：我的上帝。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勇气当我们有对一些事情怀疑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面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在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学习、成长、茁壮。那我们在爱中，主啊，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病痛的，有软弱的，主你来光照我们的心，保守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是福带领在主的爱里面。主啊，将这样的爱能够传递出去，让人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求主恩待赐福，这样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的传讲的讯息。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421首，我们来唱《耶稣领我》。
坐。我们一起来预备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赏赐的一切，我们由您赏赐的取出一部分，现在坛前供福音事工所使用，求主悦纳，加上赐福。还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到第2次的时候，大家互相问安。好，各位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今天有第一次到教会来的朋友吗 ？No，OK。好，本周华语堂感谢蔡文牧师的服侍，愿上帝祝福一文牧师，家庭事业都蒙恩哈。下周主日是6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会后会召开夏令营筹备会议，请筹备同工留步参加。详情在 LINE 里面会有资讯。将会在5月21号学青友户外聚会，
请为这个活动还有青少年的灵性生活关心，为他们代祷。教会制服艺人学院将在6月13号执行结业式，弟兄姐妹可以关心代祷，也欢迎参加哈。OK， 那本堂慧真传道及青年将参加总会青年事工 MYF 的夏令营，全员陶醉中。好，谐音梗。好，7月16号到7月18号，请各位为这件事工代祷。那暑期7月25到26，教会会举行儿童夏令营暨青少年 AI 营，即日起开始受理报名，请各位多多宣传。那报名截止是7月5号，6月14前会有早鸟优惠。那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儿童跟青少年参加，名额有限吼，每一个班我们有3个班，每个班只有20名，要预购重数。好，为教会复兴守望祷告，在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半会有查经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实体或线上。那总会有个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宣教大楼所需的款项来祷告。如果可行的话，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为此奉献，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来让他们使用。那牧师还有一些事情跟各位传达。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报告啊，那请大家来关心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那刚刚谢谢义文牧师哈，今天的主日讲台。那因为刚刚我有下去应邀到那个我们的儿主的大班去跟他们做一些的分享。那他们今天的特别的内容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年轻孩子，他们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参加那个就是那个妈祖的绕行啊，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参加一些的这些的活动啊，这个庙宇的活动，或是这些宗教活动。那当然我有跟他们做一些解释哦，并不是不能参加，而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或是知道为什么应该要这个避免这些的事情。那可见的我们很需要有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我们的年轻的世代要更多的关注跟关心，因为我们的年轻世代不是他们不关心灵性的问题，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灵性应该要怎么样来发展，应该要怎么走。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要更多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来祷告。像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在户外礼拜，那我们为他们在户外礼拜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更多的蒙恩。那也请为我们有一些年轻孩子在今年要升大学跟高中或者是有的要升国中了那我们也为这些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赢得未来的世代。所以要更多请弟兄姐妹来关心祷告。那我们也常常在祷告会里面也为这些的事项来关心求主来带领。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的夏令营我们在7月25、26我们有1天半的夏令营的时间。那这是一个开放的对外的，对外面的这个社区跟外面的孩子们能够邀请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来。那上次牧师有说，不管是外面的孩子或是哪边的孩子，只要来到我们荣光堂，就是荣光堂的孩子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夏令营祷告，也为参与的老师这些的教导者，还有我们的参与的学员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在教会的里面。那最近开了一些的这个教区的会议或是教会的会议，常常提到我们的教会已经很多的年轻世代已经失去那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年轻人，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是以这些为满足，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让我们的年轻孩子们他们能够来回到教会里面来认识上帝愿上帝来带领。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夏令营祷告，那也为我们总会在7月16到18号的这个MYF 的夏令营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的年轻人参加都能够有很好的收获愿上帝来带领。那也请为我们的今年有要升学的几个年轻人祷告求主来帮助，让他们在今年的考试不管是要升高中的或是要升大学的考试都能够进行顺利愿上帝来带领。那我们也有几位今年都毕业了我们的这个郑优还有我们的这个
预辞今年都毕业，那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希望他们在今年能够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进入世界，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学习跟成长。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被拣选，能够成为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向这个世界来宣讲美好的福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请在订阅中为家庭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一些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